这个台北市南机场社区的乡亲，嘛，互这个常常发生的地震惊一个半小时，甚至有外籍配偶惊甲想讲，这声爱死伫个台湾了。因为这个南机场社区拢已经是60年的老厝了，真正是最惊拄一天，厝就会去互地震摇倒去。台北市政府派人到现场会勘，发现有这个楼梯已经伫要甲房屋的主体拆分开了，有影是真危险。 在南机场的社区这边可以看到，经过早上的地震之后呢，墙面是有多处的剥落痕迹，就连这边的墙面呢，都是已经变形了。佮向顶面行，也有更加严重的。这个已经没有连接力了，已经完全裂开了，所以这个整个楼梯的部分就是悬着的。因为地震的关系，楼梯拢变形去。专家讲，这种楼梯特别危险。 很多这种旋转啊，或是说有边边角角的这种结构，万一有外力来的时候，比较容易产生这种龟裂的情况。地震有没有很怕？哦，我早上跳起来。真的、啊，墙壁的声音很大声，然后我怕了，我觉得我死掉在台湾。因为讲有够大声的，真正是有够可怕。厝变甲安尼，到底敢会使住？我们汇报上去以后，市政府应该会主动来协助住户来做检测，或是说修复。 北市府派人来会勘了后，认为目前也无到危楼的程度，但是就惊搁再有余震，加油规家向知影讲会发生什么代志，还赶紧到变形迄只是避开所在，拢经保护好，才会当互民众住甲安心。